节奏太大，项羽打不了。你看群啊，你们看群。TZY 替换 Maps 替换，所以 TZY 不参与 Ace 战。那 Ace 战士 OP，我看一下，我看改规矩了吗？节奏太大，赢不局了。也行啊，也行啊，没问题啊。冰嘎，结束了吗？散伙了。兵哥刚说完补了句，别在直播说，全知道了。现在。啊？这。有点尴尬了呀，兵哥刚补完，我操你！兵哥不会在看直播吧？兵哥怎么在看你直播啊，龙哥？兵哥监控学了一手呀。那明天加油呗，3点，哥几个，明天跟兵哥配合一下。OK， 可以，明天加油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